各位万声里的里面大家好，这是万声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练舞因为咱这个生阳，不是生阳几啊节咯，是生阳这个爱人节要到啊吼，所以呢，因为我看这个往来旧年拢有参加一两场的这个婚礼有食着喜酒，家己嘛有办过，所以就想讲咱会当来讲看这个英国的这个婚礼看婚姻。所以咱即集呢，会先讲到这英国婚礼一寡传统，还有差不多爱开偌济钱咱两个即个经验的分享，含一寡结婚即件代志的讨论，比如讲偌济人结婚，还有偌济人离婚安尼，还有讲到结婚想要食婚，你敢有听过即条歌？这我就介意，我大学时阵就介意。甲大家介绍甲子电动大乐队，讲到结婚想要食婚。先讲来讲这英国的婚礼这个传统。伫英国结婚的有趣味的这个手续，就是结婚的29当前，爱先去这个 council office， 就是类似咱的这个区公所去 give notice， 就是去互因，就去先去登记讲，我要甲全天下的人讲，咱两个要结婚啊，敢有人要反对？嘿。我头一摆听到这个手续，我想讲这是什么？听起来就对啊，真好笑。嘿，毋过真正即个规矩是真有历史啊。即个原地就本来就有即个传统是1753年的时阵呢，就是18世纪的时阵，婚姻法庭甲即个婚礼宣誓、结婚宣誓变做一个正式的即个手续，安尼。就一直用到大。哇！毋过进前我迄当阵结婚是2礼拜，我记得是 give notice。对，我记得是差不多安尼。因为因即摆一直较拖较久诶，主要是因为即摆因为一寡移民吼，因会有即个arrange marriage，所以除了是古早时代可能是去互人去查讲恁两个敢是迄个表姊兄表兄妹吼，即款诶。即摆呢是爱去查讲恁两个是毋是 arrange marriage， 恁两个是毋是家长安排诶结婚恁两个实际上无熟悉，因为伫一寡文化内底呢，会对即个女性有诚大诶压迫，因为因会逼因诶查某囝去嫁互一个伊无熟悉诶查甫，去换地也是换旧安尼。嘿。好，讲到结婚吼，迄婚礼呢，即个典礼，迄天结婚的迄天吼，通常你下早就是先化妆嘛。咱台湾是毋是5、6点就爱起来，因为爱先拜祖先。对。因遮无因就是下早差不多9点开始化妆，因为遮会迄甲你化妆的人嘛，无遐骨力要6、7点起来。所以可能是10点、9点、10点开始化妆，差不多你的婚礼呢是中昼开始。这个婚礼呢是正式的，因为伊是有包括这个法律的手续的，伊就是爱有一个区公所负责登记的人员在场。这个场地呢会当选伫足侪无共的所在，你比如讲你有宗教信仰，你会当选择伫教堂。无你若无宗教信仰，也是讲你无想要伫教堂，你就会当去选，比如讲去市政厅 City Hall。无你饭店嘛会使。最近嘛有一寡较无共的选择，比如讲即个动物园啦，还是美术馆，拢会当互你办婚礼。等下去动物园，互动物看你结婚咯。无，这我有参加过啊。真的假？系因为因内底有一个有一个迄叫啥？其实有一个迄叫啥？一个hall，内底有一间啦。伊就内底有一间有足侪椅安尼会堂啦，互你会当坐伫内底。因为你迄典礼差不多30分钟嘛，大家入去迄个手续行了后咧，
大概就会当伫动物园内底耍啊。哦，因为就这等下讲着，因为你等下结束了后嘛，对大概毋是就是笨色时间啦，对乐色时间，对大概就等暗顿嘛。啊，新对郎没错没错新郎新娘会去翕相啊。嘿，对啊，这个对，时阵你人客也无通翕相啊，所以嗯恁就伫边仔耍啊。对对对嘿对。嘛真新鲜呢，去动物园结婚啊！对啊，嘿我感觉去美术馆嘛是诚特别的。啊，毋过因为美术馆我感袂歹。对，因为即摆美术馆嘛博物馆，因拢希望讲逐个会当多元使用因的场地，所以因会设计出无共的，你会当租因的场地去办活动，嘿，包括婚礼。我也感觉我若是即摆结婚，我可能都会办伫美术馆内底，对啊，系足特啊，别的，系啊。嗯，啊，毋过你若是无伫市政厅内底的场所去办你的婚礼，你就要另外请即个登记的人员过去，吼。嘿啊，你若是伫教堂呢，教堂有一个教会会要求讲，你结婚之前爱去先上因的结婚的课，嘿，婚姻的课，就是教你安怎维持婚姻。对，因为大家就是做人的心不爱栽倒，你就看。对，可能嘛，我嘛无想过。对，有一寡教堂会较要求啊，因为伊会就是会设定讲，你若要伫遮办，你应该是教友安尼。对，对。啊，所以拄则讲着嘛，这等礼结束了，你就要等暗顿。啊，这时间新郎新娘去翕相，啊，恁就看要创啥。遐通常呢，新郎新娘会安排一寡活动，比如讲耍啥物，就是伫草坡地面顶耍一寡有诶无诶大地游戏迄款嘿。啊，翕面呢，就先去啉酒，啊了有暗顿。啊，有一寡较完整诶吼，因暗顿了就会跳舞到半暝安尼。对。嘿，啊，足侪人呢，像迄台湾有无？逐个拢会关景伫迄个市区诶大饭店嘛。对。迄落足请呀，迄款诶场地啊。毋过英国遮呢，因足流行去办伫迄个郊外农场还是饭店。所以你去交通呢，都要开一寡时间。所以通常即款诶人客拢会住伫较新郎新娘共款诶饭店。安尼恁用暗跳舞跳了咧，直接就入去房间困安尼。真方便啊。嘿，啊，所以咱来讲一寡遮结婚诶风俗。我结婚诶时阵有听讲，迄个新郎袂当看新娘诶，袂当看新娘衫。我嘛有听过。嘿，对，所以看文化即个家庭就是有即个好处，我就毋免去插即个风俗。啊，虽然我本来嘛无拍算要管，我大概去试我诶新娘衫诶现场，就是惊到阮翁一个查甫诶。嘿，对，因为其他诶人拢是姊妹仔去陪去选嘛。啊，我就是阮翁陪我去选。对啊。啊，另外一个阮大家讲诶，就是你结婚迄天，新娘诶身躯爱穿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borrowed, and something blue。一个旧诶物件，新诶一个招来诶，含一个蓝色诶物件。嘿。啊，旧诶意思是讲，你用旧诶人生入比到新诶人生，啊，新诶代表新诶人生要开始咯。啊，招迄个物件呢，是爱为一个已经结婚而且过了足幸福诶朋友遐招来。这歹招呢？这歹招。我头仔嘛是安尼想。有诶人是表面上看起来幸福。就是啊。对啊，因为你是对幸福诶朋友遐招来，所以你迄个物件呢，会互因会甲因带即个，会互因好彩头啦，好彩头。啊，蓝色代表爱、纯洁、含忠诚安尼。啊，了伊后壁佫有一句就是 and a silver sixpence in her shoes。意思是讲，你爱放一个蓝衫呢，伫迄个新娘诶倒骹诶鞋仔内底。就是祝即对新人好运幸福赚大钱。我一听到会赚钱，我水了坑啊！我无听过这呢。对，因为因阿姑拄仔有送我一个有女王诶
头的即个纪念的那个银角，所以我就甲嘿藏落。啊，毋过迄天下暗都无去啊。哦，无点就是爱无去，才会趁大钱啊。啊，毋知啦，回顶哦，回顶我即摆拢是去阮阿爸，所以不要紧。我知影就是头早咱讲诶，你讲诶，袂当看新娘衫，啊，还有是结婚诶前一暗袂当见面。哦，是哦。嘿，所以阮大家迄当阵就是订饭店，互阮翁去饭店住安尼。哦，嘿嘿嘿。啊，那毋是你去住？啊，因为我甲阮妈妈、甲阮姐姐伫住啊，嘿嘿哦，嘿嘿嘿。啊，你讲诶，迄旧诶新诶哪这我都有听过，啊，不过我真正无听过因家囥伫下啊，毋知这是可敢有效无？不要紧啦，恁兜英国个袂歹啊。对啊。刷来咧讲一寡参加过诶即个婚礼即个经验，你有啥物较印象较深诶无？我印象上深，这应该是我人生当中印象上深诶婚礼，就是我旧年9月是去澳洲参加阮朋友诶婚礼。我感觉伊恁朋友，嘿，我朋友，咱诶朋友诶婚礼。我感觉伊一开始诶迄邀请卡的邀请诶卡片就无共，伊诶邀请是一个除了结婚，伊诶邀请卡是有一个连结啊，你试落了后，伊会互你结婚诶资讯，就是伊诶地点啊、时间、食饭诶所在。啊，因为因翁是意大利诶人，所以有足侪亲戚朋友伫无共诶国家。啊，伊诶邀请卡呢，顶面会是刷甲你遐附近，是政府公证附近诶所有诶饭店，拢囥伫顶悬，互你家己去拣，你要去住倒一间安尼。嘿，啊，阮到诶迄天暗时啊，阁有一个较细诶迄 warm up party，就是互要去参加诶婚礼诶人会当先熟识，会当逐个做伙食物件，啉酒开讲安尼。嘿，啊，甲结婚迄天公证结束了，要去食饭诶所在，因阁有准备迄什物乐高，就是 LEGO 诶红仔，你会当家己斗，啊斗了后呢，伊就是你抢到铺仔诶红仔，就是因咱台湾毋是拢会写讲啊送包红包啊签名包偌济安尼，啊毋过伊就是用迄个红仔，你伫伊迄有一个房仔，啊你甲迄红仔斗起哩嘛，啊你就伫迄个红仔下底签你诶名安尼。对。啊伊阁有准备迄款bingo 诶问题，就是伊差不多有30个问题嘛，啊你卡差不多牵5条线诶，啥物就代表你赢。啊遐问题拢是伊帮你收好，互你去问，讲遮所有诶来宾有啥有做贵宾啊，还是有去无共诶国家做工课过啊，啊无就是送来通讲超过3种无共诶语言，就是伊用遮物件互你去问，互你去熟识其他诶人，你都毋免烦恼讲是要安怎开喙去交新诶朋友安尼。嘿，啊伊结束了啊，有一个就是伊这要食饭进前诶一个你互逐个熟识其他诶人诶一个时间，啊这结束了呢，伊阁有一个食饭诶座位诶图。啊因为迄当阵毋是迄当阵，就是比利时诶纳什精灵 Smurf 做有名嘛。蓝色小精灵。对，啊伊迄一只蓝色小精灵诶红仔，伊有无共款诶角色。是我就是摕着一个拉里奥诶 Smurf。嘿，啊我甲问讲为虾米是一个摕着拉里奥，啊伊就讲因为我咧做 podcast。就大声诶呢。对，所以伊迄红仔就是伊代表伊对你诶印象是啥物，啊伊就会紧迄红仔，你会当早转去安尼。我刚刚讲出大声诶，啊因为伊用迄个 bingo 游戏诶问题，迄款你得熟识足侪朋友，啊会当讲足侪，就是伊会借问题去问问题嘛，啊你得当熟识足侪新诶朋友，啊会当
会当讲较济较亲热的问题安尼。伊过工佫找一个咖啡店，互大家做伙开讲。所以我迄届，我感觉迄届除了即个婚礼，我感觉办甲足温馨、足印象足深之外，我佫熟悉足济新的朋友，有一寡政治的理念。哦，我感觉哇，伊真正会当去做人迄婚礼顾问。我感觉。因为我感觉听了你讲啊，因为伊就是等于讲，伊毋是家己当做伊家己的婚礼，伊是家己变做一个小可像迄个聚会，朋友之间社交，伊是去连接新伊的旧的朋友，甲伊旧的朋友无共区域的朋友甲连接做伙。对，安尼真正是足用心的。真的。系啊，这是我感觉台湾的婚礼，传统的婚礼较无法度做到的。无错。对，因为你大概拢是坐伫一道内底嘛，你位就是固定，你除了迄道，甚至有当时你看你对面迄个人讲话嘛，小可困难。系因为嘿，伊即个坐位的度嘛，伊就是有小可摆你伊会调工甲你的朋友群拆线，互你去熟悉新的朋友安尼。毋过我感觉做即款的婚礼可能嘛是欧洲较办会起来，因为我整体来讲，亚洲人东亚人是较小可会较避暑，所以会因无法度做一寡较迄个 small talk 的部分可能需要更加较济会可能爱有人伫遐主持，逐道对啊。我家己是介介意阮大伯婚礼，因是想讲他们厝内人做伙过就好，所以因就包一栋迄个民宿迄间开成8、9个房间3个客厅，2个灶骹，一个客厅就拄分2边，就是新娘因迄边的，就是拢住伫一个客厅附近新郎这边的厝内人拢住伫另外一间客厅的附近安尼。其实迄是规一栋的啦，只不过是因为迄栋厝开始有得要1000栋，所以伊有足济，有足济是一直 extension 出去的，所以伊小可小念毋过佫无完全小念，足特别的。因迄栋差不多会当接18个人，就拄好两家的人就差不多遐济，佫加一堆因的朋友安尼。迄间伊佫有包食，有包办婚礼，所以你只要你只要炸你的新娘衫，佫另外请摄影师公证人含即个化妆师就好等于就是其他伊通包逐一步呢，拢是即个民宿的人会甲大家讲即个时阵要创啥，今仔日几点要创啥。所以你结婚的人，你嘛毋免家己去烦恼。对。我感觉这民宿是专门互人办婚礼当去的，是安尼吗？婚礼活动啥物拢会使怀地伊就是你就毋免烦恼食，毋免烦恼交通，你只要会当到遐，其他伊也有佚佗物也有啥货。迄天结婚迄天迎暗因佫伫外口起火，就是用迄个引火大家就为迄个火去烘迄个棉仔糖。嘛介好耍。我感觉安尼嘛介好，因为我拄则讲，因为婚礼我感觉上大欠点就是你会请一寡你足好的朋友逐个可能拢是足远来的毋过因为你活动伤济，还是讲你请伤济人，你就根本无机会甲人开档。安尼你安尼我感觉就较无迄个请人来迄个意义毋过即款就小型的即种婚礼，就是大家会当讲甲无话通讲。嘛对嘛足轻松的因为结婚迄天伊就有人甲你传早顿，你去食的才去你化妆，才佫行3秒钟落来楼骹，就开始可能典礼结束，你就去你换一个困衫，落来开讲走方便，因为你就住伫遐嘛。对你家己结婚
咱来讲，咱家己结婚是啥物款的形式啊？因为我家己结婚的时阵，拄啊好，阮两个拢无啥物钱啊。伊迄当阵伊咧读博士，啊，我拄啊毕业，搁咧找工课，所以是办啊足省的。我差不多请24个人，啊，毋过因为阮全家为台湾来英国参加，所以我也是去租迄个市政厅的场地，因为迄看起来较毋是澎湃，看起来较有迄个班啊，嘿，气派。啊，毋过伊2点半钟爱500磅，啊，毋过我感觉是足合合，因为看起来足气派，啊，你嘛毋免另外佮开钱去布置啊。其实2点半钟500磅嘛，算成其实嘛，其实以即马来讲算俗的啊。系啊，啊，阮迄了就直接散步去中国城食中昼。我雕工经一间泰国餐厅，想讲看大家会母袂清楚，叫是新娘是泰国人咧。因为我的想法是，若是因要误会我做中国人，我阁不如因误会我做泰国人。我较甘愿嘿。至少我会晓讲萨瓦迪卡。啊，迄当阵就食自助餐嘛，一个人20-30磅，啊，阁有饱，互大家点啉的。结果呢，实在咱的人其实是伤特别的，逐个拢咧啉迄个泰国式的年茶，只有竟然有迄个欧洲人咧啉酒尔。那真好笑。对啊，啊，因为迄间餐厅伊本身就有一寡装潢，啊，因为泰国式的嘛，所以就是足侪无共的色水啊。装啊足水的，所以我感觉足适合的。啊，后来阮办了，伊佫甲咱的相片放伫因的迄个网络顶管去宣传包场的自助餐。哦，真的对。啊，毋过后来我佫要去问哦，因即马包场爱3000磅的，上加消费爱3000磅。系啊，根本就开袂起啊，即马。系啊，所以我去办迄届办迄是绝版啊。哦，绝版啊。我感觉伊嘛是因为恁安尼帮伊很有一个手法会当安尼做。对啊，对啊。伊啊，重点是呢，迄天咱食了就结束啊，无跳舞的部分。我欧洲的朋友错一条想讲，原来雄雄的结束，那人拢走啊，啊英国的，啊母咧。其实我的婚礼甲你差不多，啊，毋过阮的人较少，因为你嘛知影阮翁无啥朋友。对，阮翁嘛是。对，啊，就自细汉到大汉，同学甲群众体5个共体，所以无足侪人。啊，阮公证的所在的伫 register office，差不多75磅。啊，结束了后，就伫 register office 附近的一间素食餐厅食饭。啊，食了就行去附近的酒吧啉酒安尼。啊，因为我对这英国婚礼的一寡物件毋是足捌，啊，阮翁嘛说足无要无紧安尼，所以去啉酒的时阵拢是逐个付家己的。嘿，因为通常足侪拢是办婚礼的人会付即酒钱。对。啊，毋过迄当阵我是逐个付家己的，我更加足好笑。啊，有一个朋友讲，早知是食寿司，伊来进一顿，啊，先去客2支鸡腿。伊真正食了有食完，就讲我食，因为伊汉草做好，伊讲伊也无食饱，啊，甲伊赶转去坐火车赶转去伦敦安尼。感真好笑。所以我想，我看我英国的婚礼办起来，可能千几磅尔。千几磅，我无。若无算，对，若无算阮厝内人机票含饭店，因为迄阮爸付钱的，就差不多可能千几磅就拍死啊。因为阮来加起来应该无超过1000磅吧。对，所以对啊，其实要开起来是真，要省起来当就真省。对。啊，毋过呢，根据一份即个产业的报告，因调查2000对新人，平均一场婚礼开消费呢是2万至2万2，
等于是台票8到10万，啊，平均人数算有食饭的人，差不多是60个人。嘿，这是算是60个人，伫英国算是特别算大场，超过60个就大场的啊。对对对，啊，毋过伫台湾若是请6到是算细场的啊。对对，真的咧。系啊，所以我伫英国请可能千几磅吧，千几磅是偌济啊？5-6万箍。啊，毋过我伫台湾请20刀，开70几万。而且我无，嘿，我无买金破链啥物货，我全部下载遐个拢无，我干若请人客尔。嘿，安尼阮迄当阵较有济，阮倒学是开30刀还是35刀？啊，一刀6020万呢？哈？6000？啊，因为恁伫台南，恁是毋是办桌？对，阮办桌。好，因为阮是食饭店，因为阮爸爱请伊的客户，看伊的迄个啥因为阮是对啊，阮伫阮迄个山西宫的一个会堂内底，因为有专门有提供场地，或者要结婚还是要办活动的人，啊，这场地费的嘛无偌，应该是1-2万箍吧，嘿，所以。就是看你要安怎办啊！伫台湾你会当办着贵的，嘛会当办着俗的安尼啊。对啊，迄当阵我本来因为无钱嘛，我甲阮妈讲，我要去，我办伫迄个，因为阮两个上要义就是物件好食无啊。对。所以我甲阮妈讲啊，咱去办伫迄个食海产的，俗俗啊，一道1万箍安尼就好啊。哦，阮爸阮妈就紧张诶，想讲就下面子。因为我去找一间饭店，应该替我去试菜，因为我伫外国嘛。对，替我去试菜，了就给他订落啊。因为阮爸妈是我请20刀嘛，其中敢若2刀是我的人客，其他是有5刀，有一半是阮妈的朋友，另外一半是阮爸的朋友。阮妈讲，因为迄当阵拄好阮阿嬷做毋知85岁生日还是啥物岁，伊讲倒当做伊就拢甲亲戚讲要甲阮阿嬷做生日，叫因来，嘿，其实是我结婚，我嘛凊彩，反正是因付钱。我迄当阵是甲阮姐姐做伙办，伊办订婚，我办就是什么归宁这款的。我嘛是，我嘛是归宁，所以35刀算是因为有阮这个朋友，我的朋友，啊，佮阮妈妈遐亲戚安尼，就一届甲牵少开。其实袂歹，我感觉做伙办嘛袂歹，系啊。对啊，拄则讲因一场婚礼开销是差不多台票8到10万嘛。对。若是要加即个破链，毋是破链，手指牵蜜月，就会开到100万安尼。对。伫台湾你若较比者上俗的，你若要结去了上俗的婚礼，就是你去登记，就免200箍。毋过英国的登记，我最近看，介绍爱300磅诶。我毋知啊，因为爱什么 registrar， 佮有租迄间房间嘛。对。毋过有一个，我有看一个网站，伊讲你若是要用市场厅的房间去办婚礼，就爱穿衫诶，穿衫磅诶，5-6万诶。小蛤蟆吧。所以你上俗诶爱300磅，毋过伫台湾一般来讲，办婚礼开销差不多伫80到120万迄边。因为迄可能迄个桌啦，咱的桌较贵啊，食的拢较贵。佮有你爱买金破链啊，有诶搁爱送饼。对，饼无送着，对，搁有遐的，所以差不多爱80至120万。毋过你敢知影即个钱会当请偌济刀呢？20-30刀，毋是6刀，是20-30刀。所以其实你开销较大，毋过你是会当请3至5倍人。
对啊对对对，啊，搁有因为台湾的人拢会包红包嘛，差不多对大概咱会尽量啊，尽量嗯去 match 你得看要偌济钱，你会尽量去对 match，嘿，所以至少你办到即边的开销是会拍平。啊，英国嘿遮因的迄个包红包的即个会去到差不多行情价呢，行情是差不多50至100磅，大部分是包50磅啊。对对嘿对，啊，因差不多四成的人会用包红包，其他才是送礼物。嘿，对，所以其实因遮嘛是会包红包啊。对啊对啊，对。嗯啊，我感觉台湾较英国的开销，除了迄个办桌钱了，佫有一寡较无共，像迄英国的新娘衫流行是用买的，啊，台对湾较济是用洗的。对对对，买的即个新娘衫呢，你平均的价俗是1500磅，就是6万箍。嘿对啊，啊，毋过你是会当买二手的，就是中古的，就会较俗，啊，毋过你就是佫爱开钱去改。啊，嘿，嘿，对。啊咧，足侪人会感觉讲，欧洲人可是毋是18岁了后，就袂阁摕厝内的钱呢？啊，毋过有统计讲呢超过6成的新人结婚的时阵呢，拢有厝内的人甲因出一部分的钱。对，所以因较无共款嘛，对啊，无较高。我是去查啦，讲传统的英国人是因结婚的时阵是迄结婚的场地啥物即款的是查某付钱，啊，若是去手指啊，还是蜜月这是查甫迄边付钱安尼。较传统的英国，我有听讲，传统来讲是查某爱负责付婚礼钱啊。对对对对对对，啊迄个手指甲蜜月这就是查甫迄边付钱，啊通常拢是会有家长斗出面对，嘿斗相共嘿啊。啊，另外咱顶一集有讲到即个 Gen Z 嘛，啊有一份资料有讲到因讲因即马迄个结婚的开销嘛较省，例如讲因会甲即个婚礼办伫拜1到拜4，就是等于是毋是大日就对啊，啊无因就是减少一寡人啊，办较少桌的，佫有去甲一寡因感觉无必要的传统甲省起来安尼，啊就会当比如讲跳舞。对啊，所以咱会算是行出头前的。对啊，咱是即个带领即个时行的人。对啊，啊，佫有因为逐冬的5月至9月底10月初是即个婚礼即个大日啊，所以你若想要省钱的人，因嘛会把婚礼办伫即个10月后，还是4月前安尼。好。关于即个婚礼即个讨论的差不多到遮啊，我只是甲大家讲一个科学，就是我进前咧结婚进前，我就小看教册，所以我去看一本跟婚姻有关系的科学。伊讲根据即个统计啊，这毋知是有 correlation 还是迄个真正有因果的关系，就是你呢婚礼呢开偌济钱的人，你的离婚率。离婚的迄比率呢会增加，所以呢，大家呢毋免甲即个婚礼想迄落，大家就想讲若是想要开甲足省的嘛，无要紧，这毋是啥物人生的。我定感觉是安咱的婚礼要办伫上头前呢，因为你等于讲，你敢有人走迄个 marathon 是开始的时阵咧庆祝的，无嘛？你是毋是应该爱走？结束了才庆祝，所以是离婚的时阵庆祝嘛毋是啦，就是讲结婚即款物件，应该是你结婚进前，结婚的时阵，你可能就是甲大家讲啊，我咱要结婚啦，咱要开始走即个马拉松。10冬的时阵半马嘛，10冬、20冬、30冬的时阵，才来庆祝讲啊，已经活过10冬啊。呢，应该安尼呢吼，对毋对？对。啊，毋过无法度，因为大部分呢就是。你看袂，你毋知啥物时阵会结束，系啊。
好，来对，讲迄个结束咧，来讲即个离婚。其实，先讲即个结婚率，其实就侪国家拢共款，就是为800年代开始，即个结婚的比率就开始一直降，为50降到20，就是意思是讲，当年结婚的场厝，除以当时16岁以上的人口，为50。每1000人内底50个降到20个安尼。毋过因嘛有观察到，最近3-5年，即个 civil partnership，就是迄叫啥？civil partnership 的中文是啥？毋知伴侣啊，合法伴侣诶，即个咧增加，但是因无结婚，毋过因是有法律的关系。嘛有足侪人即马开始就是因就是大做伙，毋过无结婚，无法律的关系。就是我毋知大家开始对即个结婚的即个法律即个，因开始对即个签约结婚即件代志有小看咧行。讲到即个结婚呢，拄则讲的遐结婚的人呢，内底有42%的机会会离婚。42%有结婚的人内底，你敢知？对，咱拢会讲即个7年之痒嘛，7冬了就会上。毋过英国离婚的即个上离婚的时阵的即个上中位数是结婚了后的17要13冬，意思是讲其实是结婚了13冬才是上侪人离婚的时阵。若嗰种是同性恋会降到7冬，所以因阁是7冬咧上。对。另外有一个较趣味的统计，就是2022年的时阵呢，英国政府颁布一个新的法案，就是你离婚的申请会当无需要去证明你的伴侣有任何问题。意思是讲2022年之前，你会需要去想办法讲去证明讲伊是无负责任啊，无住伫厝邻啊，啊是讲伊就是外口有人啊。安尼你要去证明遐，你才有法度离婚。毋过即马毋免啊，即马就是你讲你要离婚，你就离啊。所以呢，2022了离婚申请的即个案件数是2022年进前的3倍。哇！所以进前遐个人无离婚，是因为法律锁掉的，毋是因为因无想要离。对啊。所以其实英国即马嘛是有开始有讨论，因为2022年了后有超过一半16岁以上的人口是独身啊。这独身啊无包括有离婚的哦，独身啊是完全无结过婚的。有超过一半人口是独身啊。哇！所以其实这是因无感觉单恋，还是找伴侣是必要的代志。因可能有咧单恋爱，毋过因就是无离婚，遮一半人是无离婚、无结婚，歹势毋是有结婚有离过婚的伴侣死去的，无算伫即内底。还有 civil partnership 嘛，无算伫即内底。对。所以因有可能有咧单恋爱，毋过因就是无伫任何的法律的关系内底。另外有一个调查是，迄个战后出世的迄辈有超过一半的人会感觉讲结婚是人生大事。毋过到迄个 millennial 就是千禧世代，就是咱即个的，就剩无到4成。到 Gen Z 的剩差不多3分之1，佮加40%安尼。就所以去有，我感觉真大部分是迄个观念有咧改变。本来嘛是对即个结婚充满怀疑，因为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为册顶学到就是以统计来讲，一男一女的即个婚姻内底就是男性独身会第一名，女性结婚会第一名。所以对啊，所以男性呢是比女性更加需要婚姻的。而且女性结婚就定会伫足
足侪时阵会互人期待爱符合即个婚姻内底的性别角色，还是讲社会期待。对对啥物对，像啥物拢莫讲，就先讲家务就好啊，就对讲厝内代志。平平，逐个人拢爱上班，逐个人女性做的代志，就是比男性佫较济。毋过呢，男性拢会感觉家己做了较济。毋过其实呢，从来无一个国家的平均是男性做接近50%的。上接近的，我会记得咱之前有讲过，毋知是挪威还是丹麦，是差不多40%出头安尼，对啊。对，前几工我伫伫个 Threads 佫看到有人讲啊，你衫裤袜拢有机械洗，佫有扫涂骹的机器人，囡仔去学校，感觉安尼佫有啥物厝内代志都爱做。会讲遮就是绝对无咧做厝内代志。伊讲遐机械阮兜拢有呢，阮兜佫有一个烘衫的呢。毋过我逐工至少爱开1-2点钟的时间咧做遐机械剩落来的代志。因为你就是爱甲碗摕出来，你衫洗了，你拍衫了，你该制衫啊。对啊，制衫修理要逐个人的衫拄仔内底，是家己涂骹哦。我这1-2点钟，佫还袂算你爱接囡仔、送囡仔、煮暗顿，安排看伊学校放学了，要送倒，佫有伊假日 holiday club 要送倒位，爱付钱，佫爱整理桌面和涂骹，佫有请本扫、等回收。真正足侪代志在做。为啥物遐人会当讲，阮无啥物代志会当做啊？因为伊绝对就是无咧做厝内代志的人。厝内代志你若要做，真正会当做规工拢毋免停。真诶，够恐怖诶。系啊，认真要做起来，我是直接放弃迄款诶。对，所以我会感觉讲，对啊，这就是婚姻对女性来讲，并毋是一个上好的选择。我嘛是定定劝离不劝离不劝和，劝离无劝和，对，劝离无劝和。若问就是离，对，问就是离，嘿。毋过我原底的想法是安尼，毋过我感觉我嘛是因为我家己有结婚，所以我会当去甲大家讲，其实你若选到的人，你结婚其实是真好的投资。因为你若是用一个投资的角度来看婚姻啊，你的即个 target 若选会到，意思是讲，即个选会到的意思是讲，伊袂甲你拍无即个情绪控制的问题，袂用歹听话甲你叫，甲女性当做人来看，而且伊会支持你的人生发展，袂主动你去做工课，嘛袂主动你若想要伫厝里做厝内代志，伊嘛袂甲你主动。无去跋筊，无开查某，安尼吼。其实呢，安尼假使讲你选的对象是会当符合这个条件，其实呢，婚姻是一个足好会当买厝的方式。因为你2份薪水会比1份薪水佫较紧会当买着厝。对，所以我定甲朋友讲，你甲结婚的当做是牵一个人做伙买厝，何够聪明运啊！够聪明，我知影你笑。因为恁两个公家买一间厝嘛，有一个会当保障恁两个拢会当摕到即个厝的上好的方式，就是恁两个结婚啊。而且要贷款贷的钱嘛会较济。对。所以你若结婚爱来买即个厝，维持婚姻就会当保障你的财产。对，所以你我感觉爱用即个投资的即个角度来看婚姻。毋过你看即个投资最重要是啥？就是你的 duty 你全爱做到足好诶。就是对方的即个规个伊的 management 伊的即个 finance 你拢爱看甲足足明诶安尼。对。无像
阮朋友因大家啊，含因大哥，大家就是无结婚嘛，法律上无任何关系。啊，即马因大哥雄雄失志，财产啥物拢总出歹办的啊。嘿，啊，而且恁两个若是有要饲囡仔，两个人做伙饲囡仔嘛较轻松。对，因为根据统计呢，就是相亲家庭开伫囡仔身上的时间比单亲佫较济。除非你身躯边诶，比如讲恁爸母啊、恁兄弟姊妹有人会当含你做伙分担即个请养囡仔即个责任。所以有两个家长的家庭内底囡仔会当得到佫较品质佫较悬的照顾。毋是讲单亲就无好，是讲若真正即对方若是一个好人，两个人会比一个人佫较轻松啦。对。我感觉像你讲，问就是你。因为我一个朋友就是搬来英国嘛，搬来了伊身体变甲足歹。当初因会搬来，就是因为因翁甲因爸爸的身体无介好，所以是活袂久。嘿，所以就是应该爱转来甲照顾安尼。结果转来了，代志想毋是因所想的遮尔简单。伊就是反正就是甲我讲一寡代志啊，我甲讲啊，你较毋紧走。毋过有当时你婚姻就是毋是遮尔简单地当解决的啊。伊嘛会开始讲啊，毋过其实伊嘛毋是讲无好，还是无负责任遮的话。毋过我感觉你讲的遮条件，像是一个做人基本条件，对。我感觉就是有足侪台湾人会卡伫讲，就是有缘才会做翁仔某啊。你若欠的债无还了，你可能后世人过来一届。毋过我感觉你这世人就过甲足痛苦啊！你有啥物阁要受着后世人？对啊，后世人会笑，后世人才行啊。对，所以我感觉离婚就是互你一个会当互你这样是就是还了会当脱离孽缘的即个选择。所以人若是问，就是你。对啊，若有着无适合我嘛是会劝你啊。因为我感觉心理健康比规身钱佫较重要，尤其是你若是后头厝的肉有够，会当斗相共，无论是钱还是人手，人生足短，免受委屈。无错。对啊，重点是查某无婚姻会活较久。确实安尼。对啊，毋过就是爱先 check 你后头厝的肉有够啦。无你可能会头几冬会足辛苦的。对啊。之前我有看一本册啊，就是美国伫890年代的时阵，民风开放了后，即个离婚率呢，就增加足济。毋过呢，因去较斟酌较看遐个数字呢，其实大部分拢是收入较低的人在离婚。因为呢，中产阶层呢，因会想办法去保持婚姻的稳定，因为因是靠维持。因有中产阶层以上的人，伊会用婚姻来保障因的即个阶层。对，而且离婚会互即个收入较低的人呢，更加佫较熬陷入即个单亲低收入的即个循环。尤其是遐佫谈恋爱佫生囡仔的人，安尼。对，所以呢，我感觉重点是你结婚进前due diligence爱做好。对啊，你这个due diligence要怎做呢？请大家结婚交往进前呢，先来认捌这个女性主义。对，佫爱看伊看是毋是臭。对。因为我感觉这大部分是臭的男性，拢无要分担一寡厝内的代志，也是。反正就是价值观啊。对啊，因为离婚上大的原因就是价值观无合。对。
对。啊，最后呢，来讲一条较特别的，就是大家知影，定定拢会有人咧问讲吼，结婚要换姓无？因为英国遮是结婚了会换迄个查甫的姓嘛。对。啊，我有查到一篇杂志，伊调查差不多3000人了，大概97%的人会换姓，其中76%是太太换做翁婿的姓，啊14%是翁婿换做太太的姓，啊其中有6%是较特殊的，就是两个人的姓做伙用中个加一个 dash， 因叫迄个double barrel surname 吼。啊，即个我之前有想过要用，啊，毋过阮翁就讲吼，即款两个姓的人吼是足有钱的人咧用的。比如讲最近足红的迄个贝克汉的因大汉囝。啊，的确是之前我有一本讨论该站的册内底有讲到吼，古早时代因为一定爱看翁婿姓，啊，毋过若准讲查某即边因的家世足好诶，查甫无较好，因为着要摕着查某迄边的家世红利，就保留查某迄边的姓，较翁婿加做伙。啊，逐个头前你讲，毋过你若想要用安尼的话，应该嘛袂要紧吧？一定爱有破血人才当用嘛？其实毋免啦，因为即摆愈来愈侪人35岁以下的少年人结婚的时阵会有用即款的详细。有一篇2022年的报道讲呢，一当的即个差不多一当的成长率要2成的人会开始用即个详细安尼。好啊，所以大家若头前有咧算诶，会当算出来讲无换姓的人，就是剩3%。就是我。我感觉诚趣味，就是因为包括阮翁咧甲阮讨论讲要换姓即件代志的时阵啊，足侪人讲有同款的姓较像一家伙啊，啊无就是讲以后若是有囡仔，啊毋过无共姓，安尼我要家己带伊出国的时阵，互海关问。啊，毋过我其实是无同意遮来讲法的。我迄当阵就问阮翁啊，你若是想要像一家伙啊，是安那逐个要爱换做女性的姓？对啊，阮妈看我无共姓啊，我看伊嘛足亲的啊。啊，你叫我换我的姓，啊毋就是叫我要看阮兜的人无亲咯？系啊，啊我讲了，我就伫迄个路呢，差一点要哭出来，因为我就感觉讲，你叫我换姓，就是要甲我的身份摕走啊。所以我是无要改换姓啊，而且换姓搁爱改迄个毕业证书啊。银行的卡啊，啥物嘢就麻烦诶。你要改，你家己去改。真诶。系啊。可是，阮翁是从来无问我要换姓无。所以我无即个问题。啊，等到是我诶囡仔问我讲为虾米我诶姓甲伊无共。我讲那有无共啊？拢姓刘啊，你毋叫刘什么奇？刘奇。刘。毋过我感觉这真正是真趣味的一件代志，因为我有一寡人客，因就是伫网络会换后援，因伫网络会换后援，啊，毋过来有阮店诶领钱诶时阵，领钱爱对身份证嘛。啊，有袂少诶女性就是结婚了后，因就换翁诶姓啊。所以我有小可试探诶，甲问讲，安恁敢会当卖换？啊，毋过因拢回答甲自然，就是感觉这就是换，就是足自然代志，为虾米无爱换？所以我感觉，我毋知呢。所以我感觉因遮无换姓诶人嘛是个足少，就是对啊，就3%啊。我嘛是3%迄内底。对啊。毋过我感觉，另外一个趣味诶是，有一寡台湾人结合英国人诶，因嘛换翁诶姓。对。我迄当阵佮阮翁讲，啊，咱台湾就毋免换姓，我听着咱较早毋是有咧冠夫姓嘛？对啊，我讲迄阮阿嬷才有咧用诶，阮连阮妈拢无摕阮阿爸姓啊。恁遮就落伍，啥物中国世纪，足搞笑。
笑死。好，所以呢，今日来讲这个结婚的代志，伫这个西洋爱人节进前来讲这个代志吼，所以这个甲投资有赚有赔，大家爱详细读这个女性主义哈。我感觉就是系啊，甲这个婚姻当做是一个投资，当做是一个法律的关系来想代志，我感觉会较明，嘛会当想到较侪无共的角度。真的，因为我感觉人若甲钱有关系，得较清醒一点嘛。对，对啊，系啊，所以系啊，就是你讲的，就是甲婚姻当作投资，要结婚进前，就是风险女性主义的册爱读好对，风险管理要做好。对，我感觉莫甲婚姻想做伤浪漫化，对，没错，就会保平安。尤其是对女性来讲啊，没错，对，毋免伤摆脱即个概念啦，大家当嘛是当参考看卖，对，好，安尼，那有进到即个推广即个社会期待的即个即人啊，啥物讲？我毋知。我有进到即个提升即个生育率的即个责任嘛吼，所以大家有提升着吗？我就感觉即个火坑吼，大家做伙来跳啊，无就孤单的。社会社会开翁啊！好啦，好，安尼呢，就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再会。油啊清芳过一滴，青菜水果青。来买落水溪，参农民徛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溪，请人客，上清气的土地。油啊清芳过一滴，青菜水果青。